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清水这个空地啊，讲防挖一坑大坑，阁有租车来出入，来倒不明的液体。环保局接到通报，会同保测总队到场了解，发现这坑有3米深、8米长，倒入去的液体检测的结果是强酸，马上就逮捕租车的司机，而且通知租车的车主甲这块土地承租人到案说明。尾啊，租车的车主方收押禁见，环保局嘛紧急通知当地住户唔通啉地下水。出动空翕机勘查台中清水这个所在，涂骹往挖出真侪坑，内底全部拢是不明阁真落的液体，有一个所在甚至互挖深3公尺、长8公尺的坑。环保局的人员到场检测坑内底不明液体，发现是强酸液体，阁检测停伫边的租车嘛有强酸反应。现场挖土机及槽车等犯罪工具查扣，并将槽车司机依现行犯逮捕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台租车来自北部姓陈的租车车主，负责接触业务接案了后，请姓李的查甫人驶租车到台中清水找姓陈的土地承租人，在工场边的空地挖坑倒强酸废液。丙碱 pH 是6.7到7.4，那重金属已经符合饮用水水源标准。环保局伫第一时间通知污染地附近250公尺内住户先暂停抽使用地下水。经过检测了后，整个有自来水的水源拢无问题。地下水要是继续检测，不过民众要是袂放心。爱甲伊处理啦，安尼袂用的啦，安尼无理啦，害种人食迄臭水，哪会用的？啊，恁会惊吓袂？那我就袂惊。姓陈的车主和姓李的司机，还有姓陈的土地承租人，三人拢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检方许判伊成案。姓陈的车主方裁定羁押禁见，检方嘛继续扩大追查，要查敢有共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